来，玉华，你脚拐着，今晚怎？嘉豪已经忙。刚才欺负恁这查某人，伊若我杀着，我绝对甲电解金闪闪。之前念慈、小云还甲头家娘，拢有顶有欺负过。即马既然连阿哥也要欺负，所以咱赶紧甲顶有抓着。啊，若无这代志，恐计会继续发生。我一定要伫上短时间抓到顶下有，或者受法律的制裁。正好，听你安尼讲，你敢若已经有计划啊？不要紧，已经讲出来，阮大家一定全力甲你配合的。是啊。我的计划是紧举办婚礼。婚礼？哎，什么个想结婚？当然是我甲玉华、以前甲念慈啊，阮两对做伙举办婚礼。正好，啊是讲，咱办的婚礼，因敢一定会来？当然会啊，因为这个婚礼只是一个烟雾弹，其实真正的女主角是小云。谁呢？小云是女主角。因为经过今日的代志以后，因所有人一定感觉真奇怪，而且伊嘛开始怀疑，其实小云所以事不宜迟，明仔载就办婚礼。歹势啊，大家啊，水啉伤紧，zat掉啦。正好，我明仔载就爱随传念慈，安尼敢会伤过赶紧啊？以前就甲你讲这是权宜之计，你安尼紧张是咧创啥啦？林家豪，你著现在这袂下我缘啦。你敢知影？婚礼对咱来讲偌重要？你若咧做，敢对得起玉华甲念慈？我来讲哦，你该前面老爸母做恁去，莫甲玉华哦甲念慈拖落。敢讲你嘛真是要甲林家共款，甲婚礼摕来黑爸母，气死人了！我那是要互伊危险嘛久。这个亡命之徒，你若无紧甲抓起来，以后大家拢无安宁的日子通过啊！无唔对啦，咱即马大家哦较团结，袂当亲和好。我吼赞成嘉豪的做法。我嘛赞成。好啦好啦，啊，既然你大家拢安尼决定啊，我是要讲啥？林家，明仔载所有的文员都会当做一个解决。新牛来了，给送他送他。来好准备就车吼，来。新娘车闪边开，金银财宝满满来。来，行。爸爸走起来。那安尼先，起个送去陪，千万唔通去动到太气咧。韩国婚礼。
婚礼不要紧啦，身体较重要。小帅、小美，今日念慈回去车顶送一边。来，阮先一边呀，小美，你开车。